韦陀，韦陀，嘘！御医大人刚刚睡着，快跟我走，别喊，快点！干什么去啊？你没看御医大人受伤了？这几个时辰最为凶险。少废话，收拾一下治伤的东西，跟我走。哎呀，我这身边离不开人呢。等你的人可比这御医官大多了啊！难道是谢将军受伤了？比谢将军还要大，快点！哦，我拿药箱。快走！丞相，已经按照你的吩咐，将无题殿下的遗体看护好了，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入。好，丞相，那我们现在是继续攻打圣乐，还是撤兵？撤兵。可惜，我们失去了诛杀拓跋焘的最好机会。没关系，我还有一颗棋子。什么？这一次我虽然失手了，但是这颗棋子不会就此罢手。只要他有下一步的行动，我还是有机会的。等等，这人是谁？这是医师。啊，谢将军正等着呢。啊。停！检查。怎么回事啊？韦医师，你放心，例行检查，让他们检查吧。给我。哦。你过来。啊，过来！哎，走，请。但是朕的心里始终有一根刺，在圣乐一定有一个柔然人的奸细。皇上，我和谢将军之前料想过，在圣乐城内城外，一定安插有柔然的探子。他已经破坏了朕的这一仗，不能让他再破坏朕的下一仗。华狐，朕授权你可以随便出入任何军营，明察暗访，找出奸细。是。皇上现在的御前侍卫由谢启辰亲任，我和唐龙都只能在外廷守卫，根本进不了内廷，还是没有机会。现在机会就在面前。启禀将军，魏陀已到。哦，谢将军，太好了，随我来。哎，将军，病人到底是谁呀？实不相瞒，是皇上。皇上？怎么了？皇上中了一刀，是左胸。啊，谢将军，在下是一个无名小卒啊，你让我给皇上治伤，我行吗？你行也得行，不行也得行。将军，在下怕医术低微，耽误了皇上的病情。韦陀，我告诉你，若非情势危急，我也不会召你前来。现在皇上就在里面，你必须竭尽全力救治。哎呀，韦陀，你也不必紧张，就当皇上是一个普通的病家，全力诊治就好。如果皇上吃了你的药见效，我第一个为你请功。将军既然都这么说了，那在下心里有底了。走吧。皇上，医官到了。在下魏陀叩见皇上。把头抬起来。你就是医官？是。如果你能把朕的伤治好，朕重重的赏你。能够为皇上效力，已经是在下莫大的荣幸。至于赏赐，草民没想过。那朕就看看你的本事，起来吧。朕的伤势如何？皇上万安，皇上的伤势，险而不凶。险是因为伤在左胸，
再往下1寸，伤及心脉，到时神仙都难救了。说不凶是因为刀上无毒，只要恢复得好，以后没有任何的影响。至于皇上现在体感发热、目赤口干，那是因为伤情当务所致。皇上在下来的匆忙，也不知道病家是皇上，更不知道所受是什么伤，所以没什么准备，先敷一张外用的膏药，消炎止血，将伤情控制好，不再扩散。朕觉得比刚才清凉舒坦多了。来人，赏这个医官纹银100两。皇上，你先不忙着赏我。你觉得清凉舒坦，是因为我在膏药里面加了薄荷，但是这个膏药对于皇上的伤口，只怕疗效并不大呀。韦陀，你必须全力诊治。皇上的伤口耽误太久，已经有腐肉暗生，必须在3个时辰之内用特制的药水清理。那你还不赶快去准备药水？除了用药水清理伤口，要想彻底治好皇上的刀伤，必须要外敷内服，双管齐下。但是今天一下涌来许多伤兵，药材有些已经用尽了。都需要什么？我立刻派人到平城去调。将军，从这里到平城要1天1夜的时间，皇上的伤却是1刻也不能耽误。那依你之见呢？皇上，需要的药材其实都是寻常的药材，城外的山上就可采到，请皇上给我一纸御用官房，明日一早我就出城上山采药，尽快为皇上治好这胸上的刀伤。韦陀，谢将军。这是你要的东西。有了这个，我就可以治好皇上的伤，还能治好更多士兵的伤。那你赶快回去准备吧。你说的清洗伤口的药水也速速备齐送来。谢将军，熬制这些药水起码要3个时辰。那你还磨蹭什么？快去啊！熬好了立刻送来。你觉得他会是奸细吗？谢将军，你怀疑他？他毕竟曾跟随清河王拓跋绍在一起很长时间。仅仅因为这一点，恐怕证据不够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连夜彻查的。也好，你去吧。贝陀里面什么情况啊？皇上的伤还没治好呢。他们已经在调查奸细了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要轻举妄动，切记。但是，他们在等着配药，一会儿我还得回来呢。听说这儿前2天有人失踪，你跟我说说详细情况。是，就在皇上出征前几日的一个晚上，好像是5月初7，夜巡队有一匹马和1名士兵突然失踪。过了1日，那马回来了，但是失踪的人到现在也没有回来。这个人叫什么名字？刘旺财。他是不是当逃兵了？刘旺财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带走，不像当逃兵跑了。也许还真是他去给柔然报信了，奸细说不定就是他。应该不是他，他只是夜巡队一个普通的巡逻士兵，怎么能准确知道皇上的行踪？况且，这个人是5月初7失踪的，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皇上要攻打云中，他怎么能知道呢？一个人怎么会突然失踪呢？带我去看看那匹失踪1夜又回返的马吧。好，跟我来。这就是刘旺财的那匹马。这匹马回来以后，还有没有人再骑过？我们1人1匹马，从不换乘。这马回来以后，没人动过。马蹄上的泥土是红色的。
圣乐城附近的泥土是黑色的，说明这马跑过远路。武川附近的土就是红色的。看来刘旺财的失踪，有可能跟奸细有关。这马以前挺温顺，自从失踪回来以后，就有点反常。把他放了。放了他就跑了。让他跑，快！是。跟上。马怎么不走了？柱子、书生，你们带着士兵去四周看一下。好，走，走。花虎，没发现什么情况。花虎，我这也没发现什么异常，什么都没有。这就是刘旺财。你确定？是。他怎么会死在这儿？是谁杀了他？看来，刘旺财肯定不是奸细，他是被奸细所害。幸好有这匹马，要不然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刘旺财的下落。可这马怎么会知道刘旺财在这儿呢？这匹马不是马夫饲养的，是刘旺财亲自饲养的，所以感情特别深。马夫，书生在。皇上的御马都是马夫在喂。是，他是皇上，当然有御马夫。那皇上去哪儿，马夫也都清楚。是，无论是行军还是打仗，出门之前都得估计好需要消耗多少粮草，备足了才能出门。所以有些兵书上说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糟了，所有人跟我走！柱子，叫所有马夫出来集合。是。书生、铁匠，你们俩带人封锁所有出口。是。走，走。快！这么晚了，打搅大家休息，是因为出了一件非常紧急，而且非常重要的事情。谁是管事的？我是。庄主，这出了什么事情？我问你，皇上出征之前，你们备了多少草料？2天来回的。那你们知道皇上要去哪儿吗？不知道，谢将军只要我们准备2天的粮草就行了。如果去武川的话，要备多少草料？来回半天就够了。你们一共有多少人？12人，但是今天在云中死了3个，所以现在只剩9个人。9个？对。你确定？确定。一回圣乐，我们就盘点了人，是9个。现在只有8个。好像是木尔娃不见了。柱子，查一下。是。花虎，你看，他就是木尔娃。是。他是自杀吗？不是自杀，是被暗杀的。去请谢将军。是。快。是。
我这是在哪儿啊？先生醒了，你这是在医馆里。我想起来了，谢将军叫人赶快给我找个医官，他们就把我送到这儿来了。是。迷迷糊糊中，我听见谢将军派人骑传你而去，是皇上有急。是啊。皇上的龙体究竟如何呀？你放心，我刚才去了，皇上的龙体只是一些外伤。你给皇上开了什么药啊？皇上的脉象阴王而阳月，刀口有溃烂之势，血浓交集啊。那可不太妙啊。先生放心，我已经给皇上敷了提脓化瘀逐血的药膏，现在正在熬制着是化腐生肌的药水和滋阴养阳的汤药。好，先生注意休息啊。好，药熬好了，我叫你。庄主，你看我找到什么了？汗巾，在哪找到的？就在那边。这是谁的汗巾？你们有没有人见过这条汗巾？没有。会不会是死去的莫尔娃的？不会，这条汗巾虽然质地中当，但应该不是马夫用得起的汗巾。你这熬的是什么药啊？这味道不对啊！有什么不对呢？我好像闻到了马钱子的味道。是吗？那你再闻闻，这还有什么味道？其他的还没闻出来。哎呀，就你这样还御医呢？怎么西域乌头、断肠草、毒箭木、甘遂这些毒药的味道，你都闻不出来啊？你加这些东西做什么？去给皇上洗伤口。你要干什么？皇上的刀伤这么严重，我想了想，这快药不行，慢药也不行，怎么办？这得用猛药，以毒攻毒。你想谋害皇上？嘘，我跟皇上的关系比你们都亲，我怎么会害他呢？你到底是谁？你真想知道？我不想知道。御医，你要不要先替皇上试试这药啊？花狐，你也没合眼啊？找不着间隙，我怎么能睡得着啊？你就一直在这儿研究兰花汗巾吗？这条汗巾做工一般，说明这个人的地位应该不高。可是这种人圣乐城里到处都是，连我都算一个。查出来了，查出来了，洗脚盆里的药水查出来了。什么药水？治脚癣的。我也问了其他马夫，
他们说死的木尔娃的确有脚癣，前2天痒得睡不着觉，还去看过医师。医师应该是让他用药水泡脚的。柱子，好歹你也是一员猛将，怎么开始调查洗脚水了呢？啊，就是你呀，应该喝2口就知道洗脚水的来历了。跟你喝吧。你们别小看这些细节，说不定这个奸细的线索就在这些细节里面。我们知道，我们跟柱子开玩笑呢。这马郎里药味的源头总算找到了，可这块方汗巾呢？药味儿，药水儿。这条汗巾，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啊？什么地方？药水儿。医师。他手上未愈，必须每天针灸按摩，但是你们要出远门，按摩不了，我就准备了3天外敷的药。魏陀，这是魏陀的汗巾。你确定？千真万确。昨天魏陀在马厩里出现过。他毕竟曾跟随清河王拓跋绍在一起很长时间。走，站住！谢将军，谢将军，魏师来了。你终于来了，药好了吗？哦，紧赶慢赶的，终于把药都备齐了。这个是昨天皇上用过的膏药。哦，这是给皇上洗伤口用的药水。打开。外面的侍卫都已经检查过了。你试试。啊，这是给皇上用的药水，我试过，不太好吧？叫你试你就试。哦。将军，请看。跟我来吧。是。你别进来。是，将军。魏陀。他人呢？人不在。四处找找看。是。常总，快来！已经耽误得太久了。开始有腐肉暗生了，必须在3个时辰之内用特制的药水。快走！昨天夜里皇上睡得很好，看来你送来的药膏很有效果啊。谢将军，在下一定尽力而为。如果你真能治好皇上的刀伤，我一定重重赏赐于你。谢将军，能够为皇上效命，是在下等了一辈子的机会啊！站住！什么人？今天医官魏陀来了没有？没有。那皇上和谢将军在里面吗？在。我是尉迟长闯主花湖，现在有紧要军情要向皇上和谢将军禀报，请你马上通报。皇上和谢将军都已经休息了，现在什么人都不见。你听着，皇上如果有什么意外，我一定将你碎尸万段。是。等等，谢将军，怎么了？
你先喝一口。将军，这是万夫之药，你岂能让我？皇上乃万圣之躯，我必须谨慎。此事事关重大，事关皇上安危，请放我进去。你有皇上的手谕吗？谢将军的密令也行，没有就不能进。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都别动！这使不得。喝，不喝我杀了你。好，我喝。没有谢将军的命令，谁也不能擅入。违令者，杀无赦。我不进去也可以，但你现在立刻进去向谢将军禀报，说军医韦陀有重大嫌疑。什么嫌疑？你就跟谢将军说，御医和马夫的死因已查明，他听了就会明白。什么？快去！听着，我进去通报谢将军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能闯入。是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你想知道我是谁？跪下，跪下，我就告诉你。将军，这是在他身上和药房搜到的。你才是清河王拓跋绍。既然你知道还不下跪？来人！将军，把他拿下。是。盗挖者，杀无赦。你守在这里。好。殿下，殿下，华护已经知道是你杀了马府。我不管。刚才谢许臣搞那么大动静，里面的人一定听见了，很快就会有人来，你根本就进不去。殿下，朕现在外面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我们还有把握保你平安，再晚一刻就永远都走不了了。对，再不走就永远没机会了。会回来的。走啊，走啊！你们传话的那个侍卫怎么进去这么久还不出来？传个话要等这么久吗？要不我先进去，他们在这等着。不行。
回事？皇上，不必惊慌，您保护皇上，你跟我走，出去看看。韦陀，你跑不了了！原来你们都是逆贼！殿下，快走！走啊！花红，追！花红，花红，不好了！谢将军遇刺了！啊！皇上呢？皇上没事。柱子，你救谢将军。好啊，走啊！撤！开城门，快！开门！关门！撤！撤！快开城门，放我过去！庄主，没有皇上御批的官房，谁也不能出去。我说开门就开门！庄主，恕难从命。谢将军，谢将军，将军，皇上没事，没事就好，朕可以放心了。谢将军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将军，皇上，臣愚钝不堪，被拓跋绍玩于股掌之上，让皇上受惊了。拓跋绍，不是多年前在五凤谷自杀了吗？死的那个是他的侍卫罗昭，这主仆二人10多年前就互换了身份。臣破了天星堂的案子，却没有识破此局，让真正的拓跋绍跑掉了。那个逆贼现在在哪里？从五凤谷逃跑后，他假借委托之名现身军营。就是昨晚那个医官。对。将军，皇上，臣不能再为你尽忠，不能再报效国家了，万望皇上恕罪。将军，你一时糊涂，何罪之有？朕怎么还会怪你呢？将军，醒醒，将军，醒醒！
情要向你禀报呢，谢将军。残害忠良，天地不容。对不起，大汗，没有保护好无题殿下。死的，大汗，臣等在武川与魏军决战，无题殿下听闻拓跋焘御驾亲征云中，决意与拓跋焘一决雌雄。臣警告殿下，拓跋焘奸诈无比，一定要小心对付。但无题殿下求胜心切，毅然带着兵马前往云中，结果在路上中了埋伏。大汗，杀死无题殿下的是魏国的一名闯主，叫花狐，而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，叫做花木兰。什么？大汗，在战场上，无题殿下刚勇猛烈，还亲自上阵擂鼓助威，而那妖女不知用了什么妖法，突然飞到了无题殿下跟前，一箭射进了无题殿下的胸膛。之后，无题殿下就再没有醒过来。这一切，无题殿下的侍卫长可以作证。是的，大汗。大汗，花木兰就是用这支箭杀死了无题殿下。花木兰，大汗，无题殿下死前是英勇无比。多伦，你的兄弟就这么躺在这里。父汗，难道你不为无题报仇吗？父汗，我一定为无题报仇。答应我，杀了花木兰。是。可以把我们最珍惜的一切、最美好的感情彻底粉碎，一点也不留下。木兰不是那种人，她早就不是木兰了。她现在叫花狐，她可以为了战争、为了胜利，成为一个冷血的士兵。如果木兰真的嗜血若狂，那你为什么还活着？她能给你这一刀，就能要了你的命。
你好好想想吧，我该回去了。多伦殿下，你注意到胡提的眼睛没有？他的眼睛是睁开的，怎么合也合不上。按照我们中原的说法，死者一定有冤情。爹，来喝一杯。今天不喝。爹，出什么事儿了吗？你没听说吗？可汗要多伦替无题报仇。我听到了。要报仇就得出兵马，难道可汗要把兵权交给多伦？大汗只剩下多伦了。不把兵权交给他，交给谁呢？再说了，爹，现在你只剩下多伦了，我也只剩下多伦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无题已经死了呀，除了多伦，你还能辅佐谁呢？我还能嫁给谁呢？再说，血浓于水，花木兰把无题给杀了。多伦是不会再对他用情了，我和多伦之间的最后障碍也扫清了，我高兴。爹，这酒一定要喝。你想的太简单了。你不就是怕丞相的位置保不住吗？你想想，我要是嫁给了多伦，你们不就是一家人了吗？他当了大汗，我可就是王妃了。你丞相的位置不就稳当了吗？你觉得多伦需要我当丞相吗？爹，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了。你放心，多伦他心胸宽阔，他是不会记仇的。再说了，不是有我吗？我去跟他好好解释，说是无题搞的鬼，你们一定会重归于好的。不必了。爹，现在除了多伦还能有谁呀？现在多伦是唯一的汗位继承人呢。无题死了，还有那提。那提才几岁呀？最好的年龄。我告诉你，我活着，你就别想嫁给多伦。殿下，多伦殿下，对不起，不能进去。为什么？丞相说了，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入。里面躺着的是我的兄弟。殿下，没有丞相的令牌，真的不能进去。我没有令牌，只有刀。你要不要我拿给你看？但是只要我一拔刀，就必须要见血才能收回去。殿下。真的很后悔，当初为什么让你上战场。你安心的去吧，我一定会找到真凶，替你报仇。
提的死能让老可汗憎恶多伦，没想到居然给了他机会。我们要扭转这种局面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们得在无题之死上大做文章。可是我今天已经揭发他了，说无题的死是花木兰干的，还不够致命。叶叔现在是我们的人了。已经是了。下一步该用他了。只有多伦身边最亲近的人，才能给他最致命的打击。好，我马上去办。吴老侯，多伦殿下，你跟我过来。多伦殿下，有什么事吗？有些事情我要问你，你必须诚实回答。殿下，请讲。无题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丞相不是都说了吗？是被魏国一个叫花狐的人一箭射死的。你亲眼看见？是。好，我看过无题的伤口，那支箭是从无题左胸的第4根肋骨和第5根肋骨间穿入，看似凶险，其实并无大碍。还有，无题的伤口服过药，这也说明了无题当时并没有立刻死亡，是不是？是。无题殿下中箭后并没有立刻就死，这中间我还找来了医官。然后呢？经过医官的治疗，无题殿下的伤势有所好转。可在3更的时候，突然传来了无题殿下的死讯。那医官是谁？我要见他。那医官叫玉履，但是丞相说他救治不力，一怒之下将他杀了。第一个发现无题死的是不是你？不是。是谁？是。说。是将军大纳。大纳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当时医官说无题殿下的伤势已无大碍，需要静养，于是我们就退出大帐，在外面守候。3更的时候，大纳突然来到，说奉丞相之命前来查看无题殿下的伤情。他进去之后没过多久，突然惊呼无题殿下出事了。我进去的时候，无题殿下已经断气。这时医官赶来，也无济于事了。居然有这种事！吴老侯，你还有什么瞒着我？多伦殿下，有些话我憋了很久，一直不敢说。你说。无题殿下中途醒过来一次，跟我说了一句话。殿下说，魏国那个叫花狐的射那一箭，完全可以将他射死，但不知为什么，那一箭射偏了。吴老侯，如果你想活命的话，今天晚上我来找过你，还有我们所说的话，都不能告诉任何人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我真后悔和你们做交易，我准备退出。你是不是觉得无题殿下死了，多伦又会被重用，你的希望又来了？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，那我就去告诉多伦，你已经暗中投靠了丞相。你觉得多伦还会收留你这种2面3刀的叛徒吗？大纳，你能不能放我一马？就当我们之间什么都没说过。不，如果你不合作，我绝不放过你。我相信以多伦殿下嫉恶如仇的性格，一旦知道你背叛了他，他一定会抽出刀来将你就地。别说，你必须明白，如果多伦翻身，你我都是死路一条。与其这样，
还不如跟我们在一起。茯苓，多伦，傅寒呢？他在准备无题的葬礼，你要找他吗？不，我是来找你的。出什么事了？你说的对，无题的死的确很蹊跷。怎么回事？我去看了无题的尸体，发现了一些问题，然后我找到了无题的侍卫长，他告诉我，木兰的内奸只是把无题。一场暴风雨即将到来，但没想到却来得这么快。臣叩见皇上。臣叩见皇上。爱卿平身。谢皇上。谢皇上。皇上，臣已得到御驾有危的急报，即刻赶了过来。朝中之事都安排妥当了。是，臣将朝政交代给了元和，并命楼福连镇守平城，一切尚还安好。丞相，其实只要御医来就行了。谢启臣将军以身殉国，皇上孤身在外，臣在平城，心中实在是忐忑，还是来到皇上身边侍奉，心中才安稳些。有花狐在此，你们尽可放心。下臣花狐见过崔大人。免了，请起。朕这次险遭不测，多亏花狐挺身护驾，及时挫败了逆贼拓跋绍行刺朕的阴谋。这位小兄弟虽说身材瘦弱，但实乃国之将才呀。可惜呀，谢将军却被那逆贼所害。启禀皇上，刺杀谢启臣的2个内奸的底细已经查清。是什么人？这2个人是亲兄弟，一个叫唐龙，一个叫唐虎，他们的父亲叫做唐继尧。这个人朕听说过，他是拓跋绍的心腹，10多年前跟拓跋绍一起获罪领死。是，当年拓跋绍刑场脱逃，而唐继尧却没能逃掉，唐被斩首，并判满门抄斩。当先皇派官兵封杀唐府的时候，他的2个儿子却逃脱了。就在8年前，拓跋绍指使2兄弟，化名杨田、王生，潜入了禁军卫队，并一直潜伏至今。8年前就在朕的身边出没，是谁让他们进了禁军卫队？回禀皇上，是魏魏乌衡，但是他早已战死沙场，无从追究了。丞相，接着说。是，这8年里，这2个人因为资历不够，无法进入御前侍卫的行列，也没有机会对皇上下手。皇上亲临圣乐，这拓跋绍跟随谢启臣将军的队伍也驻扎圣乐，这3人终于联系上了。尽管如此，在安童的严格保护之下，所以他们始终也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，直至拓跋绍进入了内廷，这他们才找到了时机。恰好在这个时候，御医又受伤了，圣乐城内医官匮乏，拓跋绍也就得到了机会与朕近在咫尺。朕与他虽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，自小却在不同的领地长大，与他只见过几面，而且事隔10多年，再加之听说他在五凤谷已经畏罪自杀，前几日朕一见他，觉得有点面熟，但没想到他就是拓跋绍本人。可恨呐！可恨这逆贼竟然让他逃了。皇上，臣已在清河附近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只要发现他的踪迹，一定能将他绳之以法。不管拓跋绍在哪里，此人不除，朕就如鲠在喉。丞相，在，速下诏书，即令全国缉拿国贼。是。多伦殿下，你又瘦了，
你可千万要保重，柔然，全都靠你了。吉吉，怎么这些官员，我有一大半都不认识？你在外面的时候，丞相找借口罢免了许多人，然后任用了许多自己的亲信。现在王庭里大都是丞相的人。傅寒没察觉吗？大汗对丞相十分信任，况且丞相找的借口让人什么都说不出来。无题，我把你的墓碑向着南方，就是要让你一直看着我和多伦将如何扫平中原，为你报仇。无题殿下，你放心的去吧。多伦殿下已经立下誓言，会杀了花木兰为你报仇的。大汗，无敌殿下其实是死在多伦殿下手上。什么？野树，你在说什么？无敌死的时候，我还在可汗王庭。野树，无敌殿下死的时候，我在场。他的确被花木兰一箭射死，你硬把罪名加到多伦头上，我第一个就不放过你。野树，我看你糊涂了。大汗，丞相，无题虽不是多伦亲手所杀，但却因多伦而死。野树，诬告王子殿下那可是死罪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我有半句谎言，请丞相立刻斩我人头。好，大汗，让他说吧，等他说完再杀他。好吧，野树，你说。大汗，其实早在多伦殿下在黑山一带与谢弃臣拉锯的时候，多伦殿下就已经与那花木兰开始勾结了。你疯了！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多伦知道花木兰就在对面军营，于是对其十分放任。花木兰的同伙前来偷袭失守，多伦殿下亲手放回。他还时不时地派铎苏峰到魏国军营相互勾结。更过分的是，多伦殿下自己还乔装打扮，前往魏国军营与花木兰见面勾搭。什么？多伦，可有此事？多伦殿下放过花木兰不止一次两次了。在圣乐城外，那花木兰中了我们的毒箭，眼看就要伤重不治，但是多伦殿下为其送上解药。圣乐失守，也是多伦殿下不顾众人反对，坚持要将那丝绸车放进城中，而那花木兰就躲在车里。大汗试想一下，在过去的时间里，如果多伦殿下心中还有一丝大汗的教导，还有一点对柔然的责任，都应该将花木兰斩于刀下。那么无题殿下今日还能活生生的立在我们面前，就是他三番五次放过花木兰，甚至还为他送去解药，才让花木兰活到了今天，最后直接导致了无题殿下的悲剧。野树，是谁让你说这些话的？告诉我！野树说的可是实情啊！多伦殿下，之前你失踪的那段时间，我一直想不通究竟是怎么回事。今天听野树一说，我就明白了，原来你失踪是去见花木兰。傅寒，野树说的都是真的。什么？多伦，原来你是杀害你哥哥的凶手！不是，不是大汗，多伦只是一时糊涂，请你原谅他，他是被妖女迷惑了。贺红，这不是你说话的地方，滚回去！圣乐失手的时候，我也在场的，责任不全在多伦。贺红，这些事情我要亲自跟傅寒交代。下去，下去！傅寒，我过去的确太不争气，被花木兰迷惑。虽然儿臣知道他的身份是我柔然的敌人，但是我还是无法自拔，所以才会一次又一次地对他手下留情。但是他却利用我对他的感情，
谢父汗。你为什么让谢启臣给你力量啊？花狐叩见皇上。回答朕的问题。因为我必须坚强起来，我一定要抓住拓跋绍，哪怕历经千辛万苦，走遍天涯海角，我也一定要抓住他。我要用他的人头，告慰谢将军在天之灵。花狐，谢将军以身殉国，就是给你最大的力量。起来吧。一代名将，战功累累，却被拓跋绍这个逆贼所害，这是朕平生最大的遗憾。皇上，花狐向你请命，请你一定将追杀拓跋绍的任务交给花狐。花狐，你有情有义，忠义刚烈，朕没有看错你，谢启臣也没有看错你。朕答应你，只要有这个逆贼的消息，朕一定把追杀他的任务交付于你。谢皇上。丞相，父汗要我立刻带兵出征魏国，你意下如何？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我的意见，大汗，臣以为我们暂时不宜有任何行动。我的儿子躺在这里，你却不要我有任何行动，这是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！大汗，我也想马上为无题殿下报仇，只是连续征战，兵亡将孙，需要休养生息。臣以为等秋后草深马肥，再谋行动，应该更有胜算。多伦，你以为如何？父汗，我同意耿相的意见，暂缓出兵魏国，我们的准备会更加充分。既然你们俩都这么认为，那就暂缓吧。父汗，既然我们暂时按兵不动，那兵权还是由你亲手执掌会比较好。好吧。但我总想着以后有的是机会，慢慢还吧。没想到馒头还在，你却不能吃了。大汗，无题殿下已经走了。你可要保重身体呀，不然无题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心的。哼，我大唐可汗有生之年，一定要向魏国、向花木兰索回这笔血海深仇。大汗，其实无题殿下之死，也许另有文章呢。什么？福陵，你说什么？我听说，花木兰那一箭只是射伤了无题殿下。哼，是啊，伤重不治而亡嘛。这我就不知道了，因为为无题殿下治伤的那位医官，已经被人杀了。谁杀的？我听说，丞相知道无题殿下死之后，一怒之下，就把那个医官给处死了。哼，就是我知道了，也会杀了他。但是在此之前，无题殿下的伤势已经大为好转，并且能说话进食了。什么？来啊，传丞相来见我。父汗，万万不可！为什么？无题的死，现在千万不能追究。哼，难道我大唐可汗搞清楚儿子的死因还有什么不可吗？